伫台南安平某一间顾婴中心，可能有无照顾了无妥当的情形。顶礼拜五呢，就家长出面来指控，社会局去查了后，下令停业3个月。也勘测这桩案件有4个人员拢罚款6万块。不过，自测煞有另外一名家长去တင်情，讲这桩案件机关所接讯的相片是假，业者根本就无安尼生做。不过，市政府是强调讲，调查了后，确实有无妥当的行为，这处罚的结果也未改变。 没有经过我们家的同意，随便放上去，然后在旁边加注文字，都不是属实的文字。真侪家长来台南市议会တင်情，控诉顶礼拜公开台南某一个托婴中心对幼儿无适当照顾的林彦竹议员讲的不是事实。月子中心护士也有教过怎么开背，我们看是合理的范围。 溃烂的原因并不是中心造成的，是小朋友那个肠胃炎所造成。他没有查证属实，就随便拿到一个照片，那就随便去做质询。是因为有家长甲面台တင်情，囡仔好亲像互人不当照顾，要互囡仔拍下线伤大力，统一时间换尿珠啊，致使真侪囡仔尿珠啊到。按过早起来တင်情的家长认为，照顾者拍的姿势正确，要家长讲家己囡仔尿珠啊到是肠胃炎，唔是无换尿珠啊。这个市政府 采取停办3个月无根据，马放调讲要告林彦竹议员。是依据我们所收集到的确实的证据，然后也有我们同仁监看监视录影画面之后，发现这个托婴中心的确没有妥适的照顾幼儿的一些措施以及安全环境。 市政府社会局讲，当然经过调查比对证据，确认托婴中心确实有不当照顾的事实，目前采取结果未变动，会伫1个月内协助受影响的家长转托。后续若是家长有新事情，也欢迎提供予市政府调查。我在为这一些没办法表达的这些孩子发声。 他要告我去干嘛？林彦竹回应，议会这阵所在拢是တင်情家长提供，嘛有事先通知过用途，搁请对方签名同意。公布这件代志是为了捍卫婴幼儿的托育环境，家己认为无问题，若是家长想要告，就去告。记者综合报道。